那我们这次在这个东桥重划区首次来引进53席的智慧停车柱，另外也因应地方社区的要求，5个大社区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沿路呢来设置5支的智慧充电柱那我想台南市是这个发展智慧停车最快速，而且范围最大，而且营运的时间最久的城市。那我们也在第2期呢扩充我们智慧停车柱的功能，加上智慧充电桩，对于这个社区的居民能够利用充电的时候来顺便补电，然后解决他们的里程焦虑，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在这个东桥重划区来扩大建置智慧停车柱以及相关的充电柱的效果，那希望可以解决民众停车跟充电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提升。目前我们永康区东桥里的人口数已经破万了已经来到10500多人那未来这1-2年大概有将近4000户要入住以及新建当中可能未来人口是会来到2万人的那么多那东桥里还有总图，还有大 7， 还有很多的公共建设在我们东桥里，所以我们的观光客，我们在地的人口数都非常多，所以我们急需很多的公共建设的一个需求，包括这个停车位，还有一些充电桩。以我们社区而言，很多住户他必须另外一台车停在外面，或者是停到公共的停车场去，那变成造就于说，其实我如果晚上，大家下班回来，其实路边停车基本上都是满的。我们当初会争取这种电动桩，也是，希望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住户他没有办法在自己的车位装电动桩，我们希望有多一点选择。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访客。因为外地来的，他可能想要充电，他找不到充电，那可能他在这种路边，他就可以充电了，这样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那这边总共有5个智慧充电桩，总共要在深设置53处智慧停车柱。所谓智慧，就真正是全能，就是说停车付费就一次完成，就不用再拿纸本的停车单，又担心被雨淋湿，又担心被自己忘记了，造成不必要的罚款。所以呢，我们很快的把这个智慧停车柱跟智慧充电桩结合在一起，也获得了财政部的这个表扬，获得2次的金擘奖。我们非常谢谢议会的支持，感谢台电的支持，因为这边就必须要在大楼盖好了以后，人行道做好了以后，才可以开始设置智慧停车桩。因为如果大楼没盖好，那可能很多管线然后布线，人行道还没有设置，根本就没有办法来这个做智慧停车。因此呢，我们就把这个施作的顺序来在一些重划区已经有人行道的地区，大楼已经盖好的地区，因为大楼盖好才有住户，住户才有这个使用的需求嘛。我想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状况，能够让台南市更快速的迈进这个智慧城市的一个目标，也感谢刚刚提到议会跟台电跟交通局同仁，大家一起努力，打造台南成为一个智慧新都。大家好，我是杨秀怀，欢迎收看2月5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连续侪档把 AI 影像辨识技术应用伫交通治理，透过车流侦测，会当自动调整红车顶的秒数，改善交踏车的路段。伫去年建立伫林德甲永康交流道的智慧号志，5号下晡公布成果并正式启用，希望会当互行车更加顺利。台南市政府自1808年开始规划建置智慧号志到现在，智慧管控的路口数量已经累积达到194位，涵盖台南地区上容易踏车的4大交流道的路人。其中林德甲永康交流道，伫去年开始建置，下午嘛发表建置的成果，并且正式启用。请启动科技永续智慧台南，大家掌声鼓励好吗？动态路廊号志的建制呢，随着每一年的这个技术的进步，其实都有一些改善哈。那我们今年用的是符合交通部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号控设备的规范，以及最新的这个车路联网的规范哦，让这个
耗控的功能以及传输的速度更快。另外是我们把这个车流的这个用色程度的等级分得更细了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对于车流及时因应的这个秒数的这个控制的计划可以更多。其实游乐左转车道虽然对于车流的这个直行跟左转的这个疏解有帮助，可是呢，大家知道，因为你要分秒数给这个左转的时间，所以这个秒数就会从2项的直行的车道来分哦，所以可能对于直行的绿灯秒数时间又更短了哈，所以如何这个最佳化，左转的车多的时候给它多一点的秒数，左转的车少的时候把这个秒数节省下来，还给直行的这个车流方向哦。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这个尝试来运用的。根据交通局的分析，临时交流道路廊实施以后，尖峰上只会用减少14%，间道旅行的时间。而影响交流道的路廊，则是会当减少15.4%。对着日常通勤的市民来讲，除了减少时间的浪费，嘛有效来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目前市府正规划办理东区的裕隆路，甲着南科进出的新港社大道的路廊智慧动态的核治，预计114年底就会来完成建制。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大新野区有头一座机车练习场，市长王伟体亲自进行启用仪式，欢迎大家前往练习骑车。王伟体指出，台南市过去的车祸案件，真侪拢是无照驾驶，或者是经验不足。这个场地会当互民众伫考驾照进前多加练习，提升经验。这也是开发第一座练习场，免费提供互民众使用。不仅会当练车，更会当兼顾停车场的功能。未来市府嘛会陆续建设类似的场域。我们台南市过去的这个车辆肇事率还蛮高的，很多都是因为它是无照驾驶的。但是我们这次提供给年轻朋友还有这个好朋友要考驾照之前能够有这个练习的机会啊，这个是免费的哦，欢迎大家可以来盐水利用，而且这个是听说是西北的第一场，那我们未来呢会陆陆续续来建置一些这个空间，让民众可以停车，也可以练习机车。区长陈文琪表示，透过市府长期支持补助经费，互公所会当逐步改善下来坐处停车场，并增设汽车充电桩、U-Bike 站以及改善人行步道，互游客甲居民会当有更加安全的行路空间，以及更加侪交通的选择。这次增设大新营区首座机车练习场，做好广大新手机车族。欢迎大家来这练车的时阵，嘛会当探访咸水之水。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台南市府伫4号办理7位区长宣誓就任，其中新任的大内区长是由东区公所的主任秘书调任，原本的职务由安平区户政主任担任。因过新任主任秘书伫1月20日报道就任了后，就马上提出退休申请。对此，议员王家珍召开记者会，批评市府无尊重东区，要求爱找一位适合人选替东区民众服务。新的一档，台南市政府人事小可调整，原东区公所的主笔因为调升大内担任区长，这块由着安平区户政主任吴淑凤来担任，但新任的主笔1月20日上任，就马上提出退休的申请，而且一过完年假。就一直请休假，等到3月中要来退休。对此引发议员王家珍的不满。虽然伊对主笔个人的生涯规划并无意见，但对着市府人事的安排相当的不满，认为东区18万的人口，无应该调一位要退休的人员来东区。他当然可以申请退休，他当然可以请他的休假。重点，我今天不是针对他个人的问题，而是要问问台南市政府。为什么明知他要退休，要把他派到我们东区来，而他已经斩钉截铁打电话跟我说议员，我不会来上班，我会一直用休假，最好休假是无缝接轨到我能退休。难道你们不知道他要办退休吗？台南市政府不知道吗？对此，民政局长回应，民政系统上户政甲公所的业务并无专业上的问题。局长认为，由着户政调到公所主笔并无问题，
至于人员要退休嘛是事后才提出，调任前并唔知影。民政系统、区公所跟户政事务所都是民政系统，都是一体的。这个没有说谁是哪一种专业啊。对，我晓得。但他调动之后，他才有说他跟他的家人有在商量，说他干脆就要退休。当然，他要退休，我们就尊重他嘛。当时去年那个过年之前，那议员有在反映这件事情，当时市府这边也有在安排说要把他调到其他的职务去。那如果他真的不适应到那个当主秘的话，要调到其他职位去。结果这个部分呢，因为他已经提出退休了，而且退休的速度也是蛮快的，所以这个部分因为要调动到其他职务的部分，也就作罢了，就没有再处理了。因为区公所主笔长期请假，确实会造成公所的困扰。除了区长加重责任，另外目前嘛由着民政科长来代理。市府副秘书长殷思思嘛回应，目前主笔的这块一定要等到退休的流程办完，才会搁再另外找人。对此，议员嘛要求。教训一定要先接会到，绝对袂用互主笔一定下咧，而且嘛爱找愿意来做代志的人。台南新闻林英根采访报道。正统罗里门新母庙儿童圣书花火迎春系列活动，将要伫国历2月7日登场，结合传统民俗、宗教信仰甲现代科技，将带来一场文化甲技巧的盛宴，包括艺阵表演、车街游行、编春牛、高空烟火以及无人机表演等内容，互人相当期待。正统罗里门圣母庙花火迎春系列活动，因为活动规划丰富又精彩，每一次举办拢吸引数十万游客前往参加体验编春牛、抢春牛以及放啊炮刺激趣味。除了以上同款高人气的活动规划，就是高空烟火秀以及无人机灯光秀等等，这拢是予国内外游客热情参加，一来再来原因。今年特别无同，就是讲咱的高空烟火比往年哦，搁再静止哦，搁再比过去，而且高空烟火攀炮，拢总搁再较规模搁较大，包括搁加上咱500台的这无人机，要伫咱的圣母庙的空中要来表演。拜六吼，就有迄个举春牛吼、抢春牛，放烟火、冲风炮，今年。搁有迄个高空迄个这个烟火秀以外，搁有无人机的这个表演吼，会使讲迄个路上的还有空中的表演节目拢有啦，搁有周边的美食吼，地方美食都有吼，非常这个无简单吼。看精彩刺激烟火，当然安全嘛要注意。庙方特别请来消防人员示范看放炮的正确清查，并提醒各种安全注意事项。安全帽全罩式的，那面罩。为了保护我们的软组织，就是我们的眼睛。那围巾主要也是怕我们的烟火掉进去我们的衣服里面啊，那要围巾。那我们的外套可以的话，尽量不要选排扣式的，因为排扣式会有洞。那我们尽量以拉链式的为主，那才不会进入衣服里面。那手套也要尽量包紧，不要让皮肤外露。那长裤是必备的啦，我们尽量以长裤为主。2025花火迎春系列活动，就伫咧2月8号这礼拜啦盛大登场。今年无人机灯光表演以科技结合宗教信仰，展现罗里门妈的神威甲庇佑。高空烟火点亮暗暝，就参照是为全国民众点亮无限的希望甲祝福。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高雄的建兴市场内底有一间面线街以及手工肉丸的小吃店，在地经营41档。公道的营价介绍，加上头家娘对品质的把关，吸引人家定定来用餐。
一大锅的面线羹，里头满满的鱼丸还有鱼浆，看起来非常诱人。这家位在建新市场的小吃店，陪伴在地人40个年头，吸引顾客一再回头消费的关键就是小碗的面线羹30元，大碗的35元，如此亲民的售价，加上老板娘没有因为便宜就偷工减料，给料扎实且品质稳定，甚至有顾客天天上门报到。它的面线煮得很入味。我几乎每天跟老板娘都吃得很熟的，因为他们家的东西蛮卫生的，而且口味都很适合我们，所以才会每天来啊。说便宜真的是高雄市最便宜的，因为我们每一个客人都说你为什么不涨价？我说不是不涨价，因为真的是大家的生活都很不好过，我们能够卖出就是说。大家都是老顾客了啦，然后让他们不要说因为那些钱让他们都一下子要涨价。米烧狗就是大家都觉得说，他们吃过我们的面线像有的人从那个鼓山鹅寮那边什么都会跑来吃，都说我们的那个米烧狗就是跟别人的不一样，就说我们这个比较有那个古早的味道，就面线然后加上一些肉羹还有鱼丸而已如果客人要吃肠子，我们就会帮他加那个肠子在里面，可是这个是要加钱的。除了面线羹之外，手工的肉圆也很受欢迎。老板娘秉持着做给自己吃的精神，用心做每一颗肉圆给顾客，并且当天现包现蒸，用料及制作过程完全不马虎，搭配自己手做的酱汁，再来碗清汤，是在地人的早餐好选择。我吃20几档饺豆油就最好吃，回做Q的那个Q好吃，还个袂贵这中灶等霸王吧。Q 它的皮还蛮 Q 的啦，那肉馅的话也跟一般的比较不一样。我们都不敢吃的客人怎么敢吃？我们尽量都用好的东西去做我们的原始材料我们的肉丸它最主要是冷的时候也 Q， 然后凉的时候也 Q。我们的肉丸跟人家不一样，就是我们的那个肉丸的皮是客人一再赞口的东西即便店内只有几样简单的小吃，不过店家以公道的铜板价及足够的分量，在市场飘香41年，加上老板娘对于品质的坚持，让许多顾客一试成主顾。记者周福清、陈英君高雄报道。高雄新庄野站原本就有2只猫仔，6月甲虎仔，最近佮加入7个月大的乌鸟宣布，代替特别替这3只猫仔打造猫仔游乐园，去猫仔出门甲旅客互动。7个月大可爱萌猫，一张筷子袋就玩得不亦乐乎。4岁的6月则是在猫架上远远看着，另一只2岁的虎仔则是淡定地看着镜头。他们是台铁左营站的站猫们，平日由台铁清洁人员照顾，每天早上10点前会出来迎接旅客们。很新奇啊，就很可爱啊，对啊。每个人都一定会被它融化的。很喜欢啦，因为自己就觉得猫是一个很亲近人的。对，我觉得他们蛮亲人的，也可以让人家疗愈。虎仔其实很胆小，他刚开始的时候很怕生，跟哥哥亲近久了以后，他就慢慢就跟人也亲近了。他现在慢慢出来，你看他看见旅客只要旅客蹲下，他就有一种。就没有那么害怕，他就会过去跟你打招呼。黑色的玄宝是最近才捡到，去年刚刚捡到的，他现在差不多有7个月大。他就是小朋友很爱玩啊，你给他一个什么东西，他还玩半天。他就是不知道害怕。很活泼、很天真的那种感觉。站猫们大多下午时才会回到休息室睡觉，为了吸引它们出门逛逛，增加与旅客接触的时间。今年台铁公司运用回收站内装潢板材，帮3只站猫打造这一处猫咪乐园。但店家透露，其实站猫白天时都会在走道上的店家游走，更有不少旅客会慕名追猫。就像猫桶那里一样啊，也是吸引人家过去那里看。猫啊，那你会想要常过来吗？会啊，很好啊，大家也在这边可以除了来车站以后，还可以看到猫，觉得有另外一种感觉上一个舒压，或者是觉得很温馨的一个地方。常常有人问我说：“他们在 YouTube 有看到你们的站猫在哪里？”
那我就会跟他们说在什么地方，他们是刻意来找他们的。然后跟他拍拍照，利用这一块来建制一个区块，可以让旅客有一个打卡的景点，然后来吸引大家过来。未来我们可能会像我们捷运的那一只猫咪干来学习。对，我们打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会往那一方面推展一些周边商品这样。下次早上到台铁新左营站，可以找赞猫，拍张可爱萌照，振奋匆忙的一天。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林刚曾经在课本当中读过台湾乙未战争的故事咧，这段历史就发生在桃园平镇一带，市府嘛兴建乙未保台纪念公园，同时结合新兴科技设置展览，今麦就对着镜头做回来了解。你是否曾在历史课本上阅读过乙未战争的故事呢？根据台湾近代史，西元1895年，清朝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引发当时在台开垦的先民强烈不满与反抗，进而爆发为期半年的乙未革命。其中在桃园地区就有不少战场。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桃园市府在平镇区新建了乙未保台纪念公园，并结合新兴科技设置常态展，详实呈现乙未战争在桃园地区的4大战役。让参观者得以重新认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前的我们的先民，为了这一场战争呢，不分种族族群，把原住民、客家还有闽南人，他们都团结起来，一起对抗这场战争。所以这里的很多意象都是以原为出发点，尤其我们的地景楼上的地景公园部分呢，有一座圆的拱桥。它就是以原为出发点，它代表的就是族群之间的融合、团结与合作，一起来对抗1895年乙未战争这一场战役。乙未战争作为清末重要的反抗战争之一，在台湾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而桃园地区的乙未战争4大战役，分别为大南尾之役、安平镇之役、龙潭皮战役、大科坎战役。每场战役都展现了当地居民同心协力、抵抗侵略的精神。桃园是一个发展客家重镇的一个城市，也是我们客家人很多的一个城市，所以呢，我们的政府呢就想说，把这个规划为客家人的精神所在。因为189乙未保台纪念呢，就是来讲述客家人的义民精神。我们讲的义民精神哦，那很多民众来这边参观的时候，其实他们对这里的概念还是很模糊。必须还是要经由志工稍微做一下导览，然后是免门票的。我们非常欢迎对历史还有对一些建筑喜欢的乡亲朋友们呢，都可以来这边做参访跟参观。展览以互动的方式带领参观者深入了解各场战役的背景和细节，透过珍贵的遗物和手绘战略图，让人仿佛置身于当时的激战场景。透过展览，参观者不仅能学习到更多历史知识，还能感受到先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乙未保台纪念公园展馆欢迎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民众前来参观，一起走进乙未战争的时光隧道，体验台湾的应景精神。记者刘婷、杜海胜桃园报道。佳人的寒天定定会落雨，侪侪旅客去佚佗，拄着落雨煞无雨伞会当用。市府即马伫全市60位设置雨伞出租站，透过软体就会当借，还佫有导览的功能，互旅客到顶驾驭上雨天的佳人。来到基隆游玩，遇上下雨该怎么办？现在教你马上找到救星。选定金流方式，然后按时借伞。听到声音之后，我们就把伞拆。简单注册会员，用线上支付租到雨伞一支。业者搭上共享浪潮，和基隆市政府合作，建置60个共享伞租借站。透过 App 就可以在北基桃4个县市570处租借站甲地租，以地还，环保又便利。如果这些用户每个人在用伞的时候，顺便推播各地方的观光景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大数据的方式。大家都知道，在做任何宣传、投放广告是最辛苦的。我今天下任何地方都可能抓不到我要的客群。用这样的方式，除了让伞让一般民众取得更方便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推销基隆，让一般人爱上基隆。
共享伞租借站还结合了基隆独特的伞人家族城市导览，将美食、咖啡、景点等资源融入旅游体验，期望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造访基隆，进一步爱上这座雨都。基隆呢有非常多好喝的咖啡，也有很好的景点，更有更多的美食。我们也希望在冬天，就是圣诞到过年这段期间，都有更多的人可以来到基隆，也是帮大家打造一个就是不用带雨伞也可以轻松享受基隆的一个旅游哦。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这次跟Ringo 的合作，也是因为针对我们整个大台北的一个通勤族、双北通勤族哦，15万的一个民众来去优惠，也希望让他们看到基隆，发现基隆。那大家有看到我们旁边身后很多的小雨人哦，这是我们基隆因为雨都而发展出来的一个 IP 哦，也希望透过他们可以带大家去喝咖啡、看景点，甚至去旅游观光哦。跨界合作、公私协力的创新成果，租借站分布于基隆的美术馆、基隆塔、和平岛公园等26处观光景点。租借 App 内建基隆观光地图，游客只要租借共享伞，就可以获得基隆专属的优惠券，享受美食、伴手礼等多元优惠。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2月5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楊秀懷，咱再會。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捐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轻松致富多陷阱，脚踏实地最实在。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迟到了。看见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很慢呢。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遇行人过马路，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未暂停让行人先过，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停让一小步，交安一大步。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大家好，我是诈骗集团，今天我会告诉你们我是怎么骗你们的钱呐。高贝贝，你涉及的洗钱案，必须先把账户的钱交给我们监管，赶快把钱汇进来。假装哪里撒娇啊！买完游戏点数，用赖传给我，我们就可以见面喽。是不是很容易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绝招哦。那请您用自动提款机来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这样才不会连续12期被扣款哦。钱如债，你被我骗过了吗？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的钱，不是关心您啦。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
全民防灾一点通或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